替2日透早，因為大水和影響惠州路線宣布停駛，結果佇中華園林到社頭的路段，佫傳出死傷的意外。有一個查甫人，人像撞入去鐵軌路要翕相，貨車司機發現就隨持喇叭甲警示，不過也是袂負險，貨車是直接弄到人，送醫急救也是救無轉來。目前這死者的身份甲傷濟事故原因，警方也佫在釐清。受傷的民眾佇救護車頂趕緊要送病院急救，代替中華園林到社頭的路段，拜五透早6點多發生死傷的意外。警方調查指出，這位查甫人若像是撞入去鐵軌路要翕相，結果一台3005車厝的區間快車經過，貨車司機發現有人，隨打擋仔，而且起喇叭警示，但也是袂負險，貨車直接撞到人。26日6時40分，於園林社頭間。機起233K， 經查該男子已站立於上述時間地點拍攝，經台鐵3005次司機眼發現後，僅認加鳴笛為能不及撞擊該民眾。警方接到通報，佇事故現場大約100公尺遠的水溝仔，發現這位護火車弄到民眾，人無明顯的外傷，經過救護人員評估，隨送病院急救，但是人嘛是救無轉來。抵達現場，列車長表示有撞到行人，現場未有發現人員。救護人員往北大概100公尺，在於水溝處有發現男性1名，年約60歲，疑似歐卡給予 CPR AED， 不建議電擊，送往最近的延榮醫院。台鐵嘛，因為這站事故，西正線升階單線雙向通車，上北甲落南攏有車幫受到影響。警方佇拜五透早8點20完成採證，台鐵佇8點25分恢復雙線通車，但是死者的身份甲詳細事發原因，也閣需要等待警方調查釐清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